สวัสดีครับ，大家好，我係莊臣啊。咁啊，係2025年嘅12月13號，係禮拜六嘅。咁12月12號嘅凌晨3點咧，泰皇咧就御准阿努田解散議會嘅請求咧，滿打滿算上任啱好72日嘅阿努田咧，就暫時降班成為看守總理。佢9月當選嘅泰國總理咧，之後仲走咗去柬埔寨嘅廟，又拜柬埔寨嘅神啦，敬香油錢咧做功德，酬神還願嘅。咁唔知佢咧就還嘅係咩願呢？係還順利做到總理嘅願，因為肯定就係當選之後先至去嘅。攞嚟裝香油錢嘅信封咧，上邊有2個 logo， 顯示咧係總理辦公室同埋內政部專用嘅。咁你如果真係求柬埔寨嘅神咧先做到泰國總理，你又叫泰國咁多寺廟咧，以後喺業界咧如何立足，情何以堪？咁多高僧又點樣同啲遊客信眾解釋？普通塔咧已經係驗證過，紅心和假 uncle 咧就信唔過，但柬埔寨入邊嘅廟嘅真神咧係真係靚，又拜得落。可惜咧就需要預付充值，而且係按月計嘅。因為總理公務繁忙，又係兩國嘅敏感時期，唔方便親自去，充唔到值，所以就冇得做。阿努田坦承自己嘅執政聯盟咧先天不足，喺下議院咧冇佔大多數嘅職位嘅，喺處理經濟社會、國際關係同埋邊境嘅衝突問題上咧都得唔到議會嘅支持。內閣管理國家嘅能力咧係面臨失效嘅，擔心有損於泰國喺國際社會嘅信譽咧，就因此決定解散議會，還權於民。泰國將於解散議會公告咧發佈之日12月12號咧就開始計，45天到60天內咧就舉行全國大選，預計喺明年嘅2月8號。剛剛經過上議院輪選同意咧，琴日12號早上新政權熱立宣誓就職。主管泰國選舉事務嘅選舉委員會主席表示咧，將公平公正咁樣推進選舉工作。委員會已經係根據全國400個選區近2年嚟，即係2023年大選之後各個選區嘅登記人口增減情況係更新咗個數據嘅，已經係大致咁樣劃分好400個選區。咁嘅禮拜一、禮拜二委員會咧開會研究完之後咧，就選舉日期同埋其他進一步嘅安排咧，會有更加清晰同埋具體嘅結論。委員會同時咧係會密切咁樣關注邊境局勢嘅。對於憲法規定全國400個選區咧必須要喺同一日舉行選舉嘅結果咧先至係合法同埋有效嘅。選舉委員會主席表示咧，雖然目前嘅局勢緊張，但係相信真正到大選嘅時候咧係唔會有問題。國會12月11號晚咧開會到深夜，就全民公投修憲議案嘅投票風波咧係促使阿努田解散議會嘅導火索。即係佢如果係唔自己提面主動解散嘅話咧，就會被彈劾罷免落台，成為泰國歷史上第一位遭到國會彈劾落台嘅總理。雖然泰國過去因為種種各種各樣落台或者係被落台嘅總理咧係數不勝數，但係喺國會上邊咧被公開直播鞭屍遭到罷免嘅總理咧就一個都冇嘅。唔單止彈劾罷免嘅總理咧，呢啲咁唔體面嘅一個都冇。民選總理咧可以做夠4年任期，呢啲咁體面嘅亦都係好稀有啊！咁就一個，亦都係唯一一個，就係他信啦。如果再喺前面加個定語咧，民選嘅總理咧坐滿4年，而且最後係唔需要去坐監嘅總理，咁就係一個都冇嘅。任職8年，接近8年嘅巴育上將係唔計嘅，因為佢唔係民選嘅。阿努田之所以能夠憑住泰自由黨自身僅有嘅71票1/7嘅國會議席成為總理，最大功勞肯定係嗰班年輕人啦、後生仔啦，咁就全憑咧橙色嘅公民黨143票嘅助力。但係公民黨話咧，投票俾你做總理係 OK 冇問題嘅，內閣嘅部長職位亦都可以一個都唔要，你攞去派俾你啲盟友。但係我哋簽翻份備忘錄，即係俗稱嘅 MOA 啦。其中之一就最主要嘅內容咧，就係阿努田承諾成為總理後咧，自己同埋屬下轄下嘅泰自由黨成議員咧，將係幫助推動公投修憲嘅，同時自己將盡自己最大嘅努力去勸自己嘅上議院朋友配合，即係起碼唔好阻撓啦。咁至於阿努田同佢班上議院朋友咧，又係咩回事？以後有機會再詳細講啦。阿努田憑住呢一份冇法律約束力嘅備忘錄咧，就成功係登上咗泰國第32任總理嘅寶座。咁隨住佢就職咧，備忘錄中嘅推動修憲工作咧，喺開始嘅階段咧，
推薦得係似乎係有模有樣嘅。班年輕人後生仔呢，公民黨呢就學精咗，或者係經過2次被解散政黨、被過河車嘅深刻教訓，已經係表態新嘅憲法呢係唔會去掂涉及皇權嘅敏感部分。如果起草新嘅憲法呢，皇權嘅部分呢將係全部照抄舊憲法嘅。但係憲法法案呢嚟到關鍵嘅二讀，討論到涉及上議院嘅議員佢哋嘅修憲權利，公民黨同埋太自由黨呢就開始發生分歧啦。呢項法案嘅子項第28條呢就問是否沿用舊條款，即係經憲法起草委員會起草完成嘅憲法，至少要獲得1/3上議院嘅議員支持之後呢，先至係可以交付進行公投嘅。公民黨同埋為泰黨嘅心諗，我哋搏晒條命監入坐埋，咪就係為咗起草新憲法能夠削弱同埋限制你班上議院同埋上議院輪選六大獨立機構負責人嘅權利。起草完呢，我仲要問過上議院，等同於話願唔願意問佢哋嗰班老先生願唔願意革自己條命。心諗你問嚟都多餘嘅。公民黨同有為泰黨呢認為上下兩院一共700席，票數呢無論嚟自上下邊個院，只要能夠過到半數350席，新嘅憲法呢就能夠交付全泰國人1人1票公投全民表決。就算350票中上議院1票都唔投，1票都冇，都係冇問題嘅。咁上議院喺未表決之前嘅討論階段呢，就非常之決絕咁樣話唔得，過咗半數嘅票數中呢，一定要有至少上議院1/3 68票同意先至可以，唔係嘅話呢，下議院你就算500票全部投晒全票通過都係冇用嘅。而喺討論嘅階段呢，大部分嘅太自由黨嘅議員呢喺討論嘅時候呢，基本上都係冇出聲嘅。但喺表決結果出嚟之後，就顯示阿努田嘅太自由黨呢係背刺咗公民黨，咁就倒戈轉頭支持上議院嘅，即係支持佢班老朋友呢背叛喺備忘錄上邊嘅承諾嘅。公民黨嘅黨魁呢喺國會上邊當場就召集咗本黨嘅議員呢簽名聯署提交議案，打算彈劾阿努田嘅。咁阿努田顯然係有備而嚟，而且仲係睇住個手機監控嘅。咁佢係留咗後手喺國會，仲喺度開緊會，就嚟表決之前呢，見到個風勢唔啱呢，佢就表示喺私人嘅 Facebook 表示呢，自己係選擇還權於民嘅，表示已將解散國會嘅請求呢就呈交咗俾泰王。成為看守內閣嘅阿努田政府內閣呢，部分權利將會受到限制。第一就係唔允許再推出新嘅財政政策，或者係批准新嘅政府項目，以免係為大選之後嘅新任政府呢造成負擔嘅。舉個例子，惠民政策呢 Kunakan Pass 嘅第2期，咁 Kunakan 係類似電子消費券嘅，民眾買嘢或者係食嘢自己俾一半，政府俾一半，咁就係不容上漲總理時期嘅產物。阿努田呢落嚟照抄，但係呢就作咗少少嘅升級。第1期嘅時候呢就派咗2000萬個名額嘅，每人呢就限額係2000蚊，有納稅嘅嗰啲人呢就再加多400。第2期呢，因為政府未批，個議會就解散咗啦，所以個 Kunakan Pass 就變 Kunakan Pass， 即係就咁被 pass 咗啦，然後就唔會有啦。第2呢，就係唔能夠委任、升遷、調動或者係撤職政府嘅高級公職人員或者係國企嘅管理人員嘅，除非係經過頭先嗰個選舉委員會同意。其中呢，就包括主要配合各個地方進行選舉工作嘅嗰啲省長、府尹同埋佢哋嘅縣長、市長。第3呢，就唔可以動用政府呢用嚟救災嘅緊急備用儲備金，除非係經過選舉委員會同意。第4呢，就係唔可以調用政府嘅物資資源或者係人力資源影響大選嘅，進行任何影響大選嘅活動。舉個例子呢，看守總理阿努田呢，佢係兼住太自由黨嘅黨魁嘅。嚟緊呢，如果佢以看守總理嘅身份呢，佢就係唔可以落場拉票嘅。咁如果係佢落到去拉票呢，就要用自己黨魁嘅身份啦。咁進行拉票活動嘅時候啊，車呢，佢就唔可以坐嗰部配俾佢總理身份嘅公車，入油呢，佢都唔可以用盡政府嘅錢。咁其實4條歸納起身呢，就係防住看守政府呢喺過渡時期用政府資源呢為自己嘅黨派謀福利、謀私利，用行政力量呢推出不負責任嘅政策討好選民，為下一屆政府呢帶嚟財政負擔。
即係俗稱嘅用政府嘅錢咧派錢討好公眾，但係唔心痛，對其他黨派咧就唔公平嘅，亦都唔可以喺各個地方咧就安插自己友，為自己嘅黨派喺選舉中提供方便。但可惜短短2個月咧，兼任內政部長主管政府官員升遷嘅阿努天咧，前前後後已經係就2個月時間，已經係調動咗成8位省市級嘅官員啦。第一日成為看守總理嘅阿努天咧，似乎係心情唔錯嘅，即係心情係比較舒適嘅。喺國會嘅大樓開會期間嘅間隙咧，倚住個門框，好寫意咁樣飲住咖啡，同身邊嘅人咧就有講有笑。記者問佢咧，看守政府嘅權利受限，會唔會為泰國南部水災重建同埋災民安頓嘅工作呢，以及柬埔寨嘅邊境衝突問題，或者係同美國嘅貿易關稅談判咧帶嚟影響，係咪仲具有全權代表政府咧同其他國家咧進行談判同埋簽署協議嘅資格？阿努天先一改之前談判大門關到實一實，咩計都唔使傾嘅態度咧，解釋話交手段係解決衝突爭端嘅渠道。泰國嘅時間12號晚上嘅9點20分咧，特朗普咧就會致電阿努天就柬埔寨泰國嘅邊境問題咧就進行溝通嘅。阿努天表示咧自己將向特朗普解釋，而且會着重咁樣強調咧係柬埔寨侵犯泰國嘅領土，製造事端在先咧。至於會唔會接受特朗普嘅停火建議呢？阿努天表示國家主權、國家尊嚴凌駕於一切。同美國嘅貿易關稅談判，美國商業報咧就 USDR 上個月16號就已經係發函正式通知泰國停止關稅談判。阿努天嘅政府咧都係略微調整咗一下之前嘅強硬態度。咁阿努天係曾經表示過，泰國係可以脫歐美國。出口業咧係可以另找出路，或者係中路。嗰條中路咧就唔係中間嘅路，係中國嘅路。蘇柏基尋日就表示唔會屈服於美國嘅關稅大棒，用關稅嘅手段咧干涉泰國柬埔寨嘅邊境問題。希望咧美國就事論事，一單還一單。貿易關稅嘅談判咧，泰國幾時都願意傾，同埋隨時準備好傾。但係即使到年底咧，臨近貿易談判嘅截止限期咧，都係無需驚慌嘅，因為商業部長表示咧，唔係只有泰國嘅進度落後，越南都未傾完。咁嘅意思即係齋等，靜候佳音，等待美利堅的回信。諗起泰國會唔會太大意呢？特朗普政府咧咁難捉摸，變幻無常，咁處理問題咧就反反复复嘅，距離即係把神經刀一樣。距離2025年咧最後一日咧仲有半個月。如果年底咧真係關稅談判咧截止限期係年底嘅最後一日，過咗年之後咧就從依家嘅19%咧恢復到報復性關稅46%。各位出口商慌唔慌？各位中轉洗產地嘅老闆慌唔慌？為咗選舉咧，為咗喺大選中下議院500席嘅議員咧攞到過半數嘅250票咧，名正言順咁樣無縫銜接咧成為泰國第33任嘅總理，一舉咁樣擊敗公民黨，仲有為泰黨，從此係唔再受呢兩黨咧聯合彈劾嘅威脅，係佢嘅主要目標。雖然你想贏得選舉咧，你就只有盡量調到更加多嘅資源。雖然咧看守政府咧權力係受限嘅，想要贏得選舉，咁你唔可以用公帑，亦都唔可以安插人，唔可以安插更多嘅人。你看守總理兼任黨魁嘅阿努天咧，係有住執政黨天然嘅優勢嘅，咁就可以用對柬埔寨、對美國嘅強硬態度，用邊境問題、國家大義同埋民族主義咁取悅選民嘅。每年咧成千億嘅泰國柬埔寨邊境貿易額同埋美國每年近400億美元嘅貿易順差，你交戰區依家飽受炮火影響，8個接壤邊境嘅省府，佢哋啲選民咧，有絕大部分咧都唔係依靠貿易賺錢受到影響嘅出口商，咁可以取悅或者係甚至乎主宰佢哋口中嗰張選票咧，係柬埔寨紅心咧嗰啲 BM21火箭炮嘅炮聲。泰國係憲法規定嘅，全國400個區，除咗嗰100票嗰啲聯席議員，咁你要係同一天舉行嘅大選，佢係一定要2票啊嘛，1票投地區，1票投政黨。咁400個區要喺同一天舉行嘅大選，先至係合法同埋有效。咁所謂嘅一天咧，係聽選舉委員會嘅咩？唔係喎，選舉委員會都係聽紅心嘅火箭炮聲音大細嘅啫。泰國有啲政治嘅分析專家咧，連劇本咧都幫佢哋度埋寫埋噶啦，咁都唔可以話係劇本咧。
結果係經驗教訓總結。第一就係柬埔寨嘅炮聲唔停咧，唔可以舉行全國大選，咁就阿努天嘅看守政府咧就一直延期，一直做。柬埔寨嘅炮聲唔停，但係依然頂硬上全國舉行大選。咁對有住執政黨優勢嘅阿努天咧，佢展現出對柬埔寨咧就比較強硬嘅態度。啲選民都覺得信得過，咁揀佢啦。如果係柬埔寨嘅炮聲一停，停火就有得選，咁就算係看守政府嘅功勞啦。阿努天係李促成嘅功績，咁就更加要揀佢啦。如果柬埔寨炮聲咧有時停有時唔停，勉強可以舉行到全國大選，但係就係咁啱得咁巧，有個靠近柬埔寨嘅邊境選區咧，就係如此機緣巧合地係舉行大選嘅嗰一日，遭到一枚柬埔寨 BM-21火箭炮嘅襲擊，該個地區嘅選舉就要終止。咁其他全國都係選完選晒噶啦，就差你呢一個選區，就差一個選區，咁算唔算係全國同時進行呢？因為佢嘅法律上邊咧就淨係寫住同時進行，但係同一日結束噶嘛。咁佢哋嘅選舉結果計唔計呢？如果係投到一半，然之後另一半咧就係推延到往後推延到某一天，咁呢啲選舉結果計唔計呢？咁啊睇情況啦。到咗全國其他選區咧都統計出到結果，如果係有利自己咧能夠順利造假嘅話咧，咁咪結果係合法有效，而且又係同時進行啦。如果到時候有咩冬瓜豆腐，即係話你實在係拉幫結派咧，點都湊唔夠個半數250，咁啊點算呢？咁咪算係唔係同時400區同時進行選舉，咁咪當選舉結果作廢，重新揀選日子，重新揀。期間咧佢就又可以繼續做看守政府啦。咁選舉結果作廢呢一招咧，又唔係冇用過。咁至於你話選舉結果作廢咧，你哋唔服係嘛？咁啱得咁巧，紅心嗰啲 BM-21火箭炮咧，佢就又嚟啦。咁就政府公布啲緊急狀態，軍隊接管，咁就指定阿努天咧為看守政府啊。唔係話紅心都死埋，柬埔寨停火接軍，佢唔搞事，冇得公布啲緊急狀態，咁咪啲邊境啲坦克車咧就換個方向掉頭開去邊就唔知啦，應該係開嚟曼谷嗰度啩。你所有劇本上面提到嘅一切咧，都係似曾相識。咁就呢一種咧，左手揸住本法律，咁就同埋有最終嘅法律解釋權，右手咧你就盤住部坦克車方向。咁你頭上咧仲一股咧隱隱由天靈蓋咧照到腳趾尾嘅黃氣。你看守總理，雖然係看守總理，你慌咩？權力受限又是個什麼東西？係我咧就唔單止咧倚住個門框飲咖啡，我提前開香檳慶祝，我飲到醉，扶住個門框嘔，飲到嘔到。再嚟。